继刚才那条视频啊，刚刚我不是来皇天津吃个豆腐嘛，现在我又等鱼吃饭，在吃拍拍馄饨，哈哈，音乐停。2:38，好，里向人少满啊！啊对个，生日刘海，谁弄个2碗这个拍拍馄饨吧？不能的，2碗拍拍馄饨，是2碗泡泡。OK， 谢谢。那个拍拍馄饨，哎，里面的空气啊在啊，这强烈，在得不得了？这拉好不？这后节份背来第一个，我操！哦，那么好特的呀，哎呦，拍拍馄饨好特的啊，也4块的。哇，这个胡椒粉感觉加多了呀。哦，其实也还好。没加多，包子后节份还行，我觉得留下去。还来类 CG 酱，哦喂，哇，这个排骨跟它盛进去留下去。又是很久没吃系列，好久没吃了。啊，还是这块你拿不住，再捏。等那么多一定要包一个保护节，包子保护节真的还是都是这 C 节。OK， 朋友们，现在我吃了，今朝也是连来去是2顿60日。我觉得那带米的位置也去拍拍馄饨，我觉得这个拍拍馄饨真的还挺终于得手。那么也是各种新辰光我们期待，反正手最得手啊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